好啦，乡亲啊，这个天王刘德华今年要60岁啊，但是完全看不出来。最近伊伫网络顶放一段伊食暗顿的这个影片，菜色是真健康哦。敢讲这都是伊保持青春的撇步咧。营养师提出着看法。这道是暗顿，菜色有高丽菜、花菜、莲蓬、拢蓝醋米，另外还佫有汤，这个分量看起来真济。 敢若食一半都无搁食，好看影片卖将你讲，莫怪伊的身体甲外形会遮少年，不过拢是素食，安尼咁好。素食里面有很多蔬菜水果，所以它有增加一些维生素啊、矿物质、膳食纤维，还有就是植化素的部分，它可以提高我们抗氧化的成分，所以会让我们就是外表漂亮，身体里面也会促进血液循环，然后促进代谢。所以如果你正确的吃素，其实对身体来讲是非常好的。 那咧食素要安怎食才较正确？营养师讲，食素人较欠蛋白质，所以讲爱加食黄豆、乌豆啊等等的豆仔类，也是食豆仔类的制品，像豆干、豆腐等等。要食素人嘛欠铁质，所以讲爱加补充菇啦、海菜、青菜等等。啊，饭后半点钟都爱加食甘仔米、芭乐、木瓜等等的水果。 但我们建议吃素呢，其实还是要所谓的蛋奶素可能会比较健康，因为如果是长期如全素的话，会有维生素 B12的缺乏，那可能会造成一些心血管疾病的风险，或甚至于贫血的风险。 有真侪明星为了保持好的体格，拢有食素，不过为了减肥，干那食菜，安尼唔是健康的办法。专家提醒讲，食素虽然是好。 不过营养都要平均，免你讲无瘦落来，颠倒身体无害了了。